真係天父，讓我哋每一個禮拜嚟到你嘅面前嘅時候，我就係敬拜緊你嘅兒子。讓我哋敬拜你嘅時候，我哋真係要高舉你嘅兒子嘅名，高舉你嘅榮耀十字架，高舉你嘅兒子喺我哋生命裏邊係我哋生命嘅主。你愛我哋每一個，天父，我哋讚美你，求你使用我哋嘅生命能夠成為你兒子嘅跟從者，我哋成為你嘅門徒。天父，我哋讚美你，我哋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嘅名，阿們。請同隔離弟兄講聲，神好愛你。我哋尋日係下晝係喺2點到5點鐘喺深圳福田區參加咗一個係基督徒企業家嘅協會嘅開幕禮同埋春茗。跟住我哋趕翻落嚟係6點鐘崇拜。呢一個嘅企業家嘅協會會喺深圳福田區，我哋亦都係3月23號我哋區長會退休會借用嘅地方嚟㗎。我哋喺當中見到有呢張相嘅燈光嘅問題馬會長喺當中係潮州人。而家我哋收咗31個嘅會員。佢哋盼望能夠透過佢哋嘅工作，能夠成為咗整個深圳嘅企業家嘅祝福，能夠係聯繫到一班基督徒企業家，能夠成為一個跟從聖經，按照聖經行事嘅一班企業家。呢個係一個開始，因為佢係第一個攞到正式牌照合法嘅地方。咁我哋希望呢一個一路延伸出去，喺中國唔同嘅地方，包括上海、北京、天津等地，都會有陸陸續續嘅呢啲嘅企業家協會可以係遍地開花。咁請弟兄姊妹為到啲事情禱告，讓我哋能夠成為係一個參與嘅一份子。當然我知道最近好多中港嘅問題會出現，但係我哋相信一個極少部分人嘅反應。但係站在基督徒嘅立場，我應該點睇呢？我站在基督徒嘅立場，我嘅睇法就係同你家人弟兄講聲：神愛世界上每一個人。我哋唔可以分國內人士同香港人士。喺上帝國度嘅裏邊，上帝愛每一個人。我哋要知道，我哋要彰顯出上帝嘅愛。喺今日嘅講題嘅裏邊，我哋透過約書亞記第7章呢，我哋會有呢個嘅講到失敗中嘅學習。嗱，上個禮拜我提咗，弟兄姊妹翻去睇約書亞記第7到第8章，咁但係有啲人睇唔切嘅呢，我又俾多一個禮拜寬限期你，同你隔離弟兄講聲，請你翻去睇約書亞記第8章。今日嘅時間關係，我哋只能夠講到第7章，係佢哋攻打耶利哥城之後所面對嘅問題，所面對嘅失敗就係攻打艾城。請你打開聖經約書亞記第7章嘅時候，當你一路打開一路講嘅時候，你會知道我講緊啲乜嘢。當你打開第7章嘅時候，你會睇到係讀第7章，你最少會面對3個嘅問題。第一個問題就係話，我哋點解上帝唔早啲提醒約書亞，以至到話俾佢知攻打耶利哥嘅時候，你哋當中有人犯咗罪，攞咗當滅之物。嗱，弟兄姊妹，請你打開第7章嘅時候，請你留意，好似睇電視劇一樣嘅。有時我哋真係需要多啲投入同幻想去睇聖經嘅，弟兄姊妹，因為作者嘅寫作嘅手法，俾讀者一個感覺係咩？第7章第1節，佢一開始就已經講咗，以色列人係犯咗罪，攞咗當滅之物嘅罪，所以耶和華嘅怒氣要向佢哋顯現啊！嗱，讀者係知嘅，但係到第2節落去，你見到咧，約書亞同以色列民係唔知嘅嗱，所以大家嘅睇法好唔一樣啊！讀者睇到第1節之後，你好緊張，神會點做啊？神嘅怒氣會點發作咧？係咪？你有啲嘅期待，有啲嘅驚恐嘅心情去面對嘅，就好似等於睇電視劇就一樣。劇中嘅女主角唔知啊，但係你知嗰個係壞人嚟嘅，嗰個壞人而家約緊個女主角出嚟啊，想殺佢啊咁，即係你會好緊張嚇，因為你知，但係個女主角唔知。嗱，而家約書亞記第7章嘅寫作方法都係俾到讀者一個好緊張嘅氣氛。第7章第1節已經係，就係你要見到，咦，有事會發生，而且呢個事係唔簡單嘅事情，因為神嘅怒氣要發作。但係約書亞唔知，民眾唔知。但我開始問，點解神唔預告俾約書亞知，話俾佢知，然後等佢唔上去打一場仗，以至佢唔會死36個人？呢個係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我哋會問，約書亞記第7章第5節，亞干一個人犯罪啊，但係死嘅唔係亞干喎，死嘅係36個以色列人。
咁嗰36個死亡嘅人係咪好無辜呢？因為我哋第二個會遇到、會碰到，亦都會問嘅問題嚟噶。第三個問題我哋會問7章14到18節，用咗5節經文去揾亞干出嚟，先係由支派開始，跟住落到去家族，家族落到去家庭，家庭落到去個人。5節經文寫上嚟好短啊，已經係長啦。5節經文你讀起上嚟係咪？但係真正去呢5節經文形容嘅事情要實現出嚟嘅時候，係花咗好長時間喎。點解要咁累贅？點解要咁複雜？上帝一指出嚟未？嗱，當然我哋明白200幾萬以色列人裏邊可能唔止一個亞干啊，但係只要講話猶大支派嘅亞干咪得啦，已經一指就指咗出嚟嘅。點解上帝唔用呢個咁直接了當嘅方法，要搞一大餐咁複雜嘅嘢先揾亞干出嚟呢？好明顯呢段經文係耶和華知嘅喎，唔係佢唔知嘅喎，唔係耶和華喺度估喎，係咪？又唔係抽籤喎，而家呢刻係逐個支派、逐個家族、逐個家庭又個人出嚟，就指出咗亞干係犯罪嗰個。嗱，呢3個問題咧，你睇約書亞記第7章咧，至少你會發問嘅問題嚟噶。嗱，我哋先想回答咗第一題，第二、第三題我留待一陣間我哋講落去嘅時候會解答。第一個問題，我哋好知道點解弟兄姊妹點解你要讀聖經？同你家庭講聲你要讀聖經，因為喺聖經裏邊我哋認識神，唔單止認識神，我哋認識神嘅作為。神嘅作為係昔在、今在、永在嘅上帝，佢以前係點樣，而家係點樣，將來都會點樣。上帝係永不改變嗰位。上帝點樣做嘢，以往點做嘢，而家點做嘢，將來都係點做嘢。唔好忘記上帝發號咗命令，宣布咗呢個嘅係佢嘅原則之後咧，一次就夠噶啦，係唔需要多次。亦唔需要重複。嗱，我哋睇夏娃亞當犯罪之前，耶和華講話嗰棵樹嘅果子係不可以吃，其他你可以食，就係呢棵樹嘅果子不可以吃。講一次。當夏娃要食嘅時候，耶和華冇出嚟阻止佢；當亞當食嘅時候，耶和華都冇出嚟阻止佢。點解？因為神宣佈，神嘅作為就係宣佈一次就夠啦。有啲人好賴貓啊，弟兄姊妹。佢做錯事，跟住同你講：你做乜唔提我啊？係咪？好興係咁嘅。你面對啲人嘅時候，你就話：你做乜唔提我提你啊？咁嚇。咁佢就話：咁你做乜唔提我提你提我啊？咁揾交嗌呢啲。但係事實上，成個作為就係咁啊！佢講一次就夠啊，宣佈一次就夠。而人嘅回應係人嘅自由意志嚟嘅，人嘅決定嚟嘅。喺呢一刻。上帝已經講咗一次啦，佢唔需要再講第二次，因為我哋要回答咗第一條問題，第二、第三條問題我哋之後先再講。但係今次攻打艾城嘅失敗呢，表面上只有一個原因，就係亞干犯罪。表面上啊，但係你一路比較第7章同第8章，你睇落去嘅時候，你就發覺唔係咁簡單。呢個唔係唯一嘅原因，佢係一個好主要嘅主因。但係佢唔係唯一一個原因，仲有一個原因就係你見到以色列人勝過耶利哥城之後輕敵，佢真係派咗3000人去打一場仗，亦都冇求問上帝。我一路睇落去你就會知啦。我見到第一個我哋要分享嘅要點就係勝利沖昏咗頭腦啊！第7章第2到第3節。記得第一節讀者係清楚知道會發生咩事，但係約書亞同以色列民係唔知發生咗咩事。喺第2節裏邊，那些人就上去窺探艾城，他們回到約書亞那裏，就對佢講：眾百姓不必都要上去啊，只要2-3千人上去就能夠攻取到艾城，不必勞動，眾百姓都上去，因為他們人少。仍然佢哋做個步驟係耶利哥城，佢哋揾人去窺探。今次攻打艾城都仍然揾人去窺探，但係今次窺探翻嚟嘅結果，匯報嘅結果咧就話：喂，佢哋人好少啊，我哋唔需要派咁多人去，我派2-3千人就已經能夠足以打贏呢場仗。
我哋點睇到佢輕敵？我哋點樣睇到勝利衝昏頭腦呢？喺第8章就有答案。第8章第3節，我哋下一次講嘅，佢再攻打艾城嘅時候，係派3萬個大能勇士。3000同3萬個落差實在太大啦，弟兄姊妹，想清楚。唔係3000變6000，唔係3000變9000，唔係3000變1萬，係3000要增加到3萬，仲要係大能勇士。咁你就開始知道，第一次真係整個探子回報係輕敵㗎。我哋見到喺8章25節，我哋見到嘅係艾城人口幾人呢？確實探子回報有部分係同事實相符嘅喎，12000人。12000人嘅城市派3000人足以可以贏啦。OK， 因為12000人裏邊可能係得幾千個係男丁嘅啫，咁冇理由輸啊！呢個亦都係俾表面嘅數字係欺騙咗啦，亦都係高估咗自己嘅能力啊！3000人、4000人、5000人、6000人，唔代表佢嘅能力係低嘅。我哋唔可以用人數去評估佢嘅能力。嗱，今次兩個探子回報係從人數去評估艾城嘅戰鬥力，呢個評估錯誤咗。要動用到最後，要動用到3萬大能勇士引對方出嚟咗城市，先至有機會贏呢場嘅戰役。你就可以明白今次確實係輕敵，而且佢哋冇求問神。佢哋冇等候神嘅指引，佢話第一次贏咗耶利哥咁難贏嘅仗都可以贏，今次係簡單得多啦，冇一個堅固嘅城牆，我哋可以打。佢用自己嘅方法去打，但係第二次打艾城嘅時候，8章1到2節，佢哋神教導佢哋點樣打呢場嘅仗。勝利容易令人衝昏頭腦，勝利容易令人錯判形勢，分析錯誤，勝利容易令人高估自己嘅能力。弟兄姊妹，點解賭錢嘅人會輸啊？佢輸開就會輸啦，呢個第一啦。第二，佢贏咗都會輸，因為贏咗就話自己今日好運。我喺澳門嘅教會同我講，佢話賭仔心態係咩？賭仔心態就係尋日輸咗，今日翻去搏翻鋪。播翻尋日啲翻嚟嘅喎，呢個心態，即係都係去到啦。尋日贏咗就話尋日咁好運，今日更好運都入去到。即係無論尋日係輸定贏咧，佢今日都入去到。如果贏咗更加緊要，尋日入去揾多2餐啦，今日入去揾3餐咁喎。嗱，贏嘅人係好高估自己嘅能力啊！贏嘅人係好容易分析錯誤啊！因為勝利係令到我哋判斷會錯誤嘅。第一次攻打艾城嘅結果，佢哋喺當中有3000人要逃跑，死咗36人。佢哋都膽戰心驚，融化如水。呢個係恐怖嘅事情，唔單止死人，係膽戰心驚，融化如水啊！一次嘅失敗足以擊倒整個以色列群眾。弟兄姊妹，同你家人弟兄講聲，你係需要面對失敗嘅。80後最大嘅問題係咩呢？我相信今日講章對80後好大嘅挑戰。弟兄姊妹，喺讚賞中成長嘅小朋友，到大咗之後最大嘅問題就係不能面對失敗。現在嘅兒童教學係有問題嘅，你問我。唔鬧得，唔話得，唔講得，咁邊個受晒咧？家長咯，咪家長抑鬱咯，係嘛？你話完佢，你仲抑鬱？點解我養成咗一代咩一嘅代？呢一代好恐怖嘅一代。我越相信呢一代已經好 ready，預備末世㗎啦。唔話得個，唔輸得個，唔講得喎，唔可以啤佢添喎。你做乜斜啤我啊？佢哋唔衰得啊，最慘係唔可以失敗。
其中個原因就佢哋冇運動啊嘛，係咪？啊，最近最令全球矚目嘅係冰壺啊嘛，係嘛？啊，點解捽地下都係運動嚟嘅咧？大家都喺度研究緊。啊，兩個咁努力喺度捽嗰個地下都係一個運動嚟，原來係捽個地下預備個冰壺一路出去啊！即係見到你要知道咩叫做施浸約翰係一個開路先鋒啊！嗰兩個係開路先鋒，最主要個主角嘅冰壺兩個啫，唯有喺運動裏邊，人不斷學習失敗，面對失敗繼續努力嗰種嘅韌力，連最後一次嘅比賽都係攞第二，真係落淚到不得了，係咪？但冇辦法，人生就係咁啊！你要面對啊！但我哋而家養成呢個80後、70後、90後係一個恐怖嘅一代，充滿愛，仍然唔覺得有愛，唔可以鬧，唔可以話，唔可以失敗，好難成長啊！我呢張聖經係俾我哋好大嘅衝擊嘅呢一代。我係細個，你諗下而家啲兒童心理學係咩人嚟？我真係唔係好明呢啲專家。我哋未俾阿爸阿媽鬧大嘅，又唔見我哋死，生嚿叉燒就生你。阿媽屋企已經咁鬧，阿爸屋企已經咁鬧，所以翻到學校老師鬧我哋10歲啦，老師鬧都未鬧到咁，係咪先？嗰啲真係屋企磨練到好夠嘅，我哋係老師鬧埋，阿媽鬧埋，出到嚟做嘢俾老細鬧10歲啦嗰啲，我阿媽鬧我都唔係人，你話我係咩？係嘛？最多咪話我成劈屎，咁多係咁多，唔係人同成劈屎冇分別。我哋咪咁鍛鍊翻嚟，你又唔見我哋自我形象低落？嗱，所以而家係教壞人㗎。而家好多心理學專家、兒童專家，我哋見到而家一代成長嘅問題出現得好嚴重啦。點解？唔衰得啊！連家長都唔衰得啊，係咪？家長個個禮拜都擁啲僆仔出去比賽表演，一衰咗啊！哇，好冇面啊！弟兄姊妹，同你隔離點講聲，你要面對失敗。上帝容許約書亞第7章嘅出現，上帝容許以色列民係死36人，上帝容許罪嘅出現，容許罪嘅代價，因為人喺犯罪之後，確實需要學習失敗，因為你同我往往好多次失敗底下，先至有機會成功，啱唔啱？咁啊，唔好受呢個社會嗰個成敗得失嘅價值觀影響我哋嘅。我哋同你隔離弟兄講聲，你係耶穌嘅門徒嚟噶。我哋嘅價值觀應該受到耶穌影響，唔係受呢個社會影響。我哋點解一定要我哋仔女學業有成就？我哋不如好好為佢祈禱，上帝你想我仔女做乜啊？啱唔啱？上帝你想我仔女做乜？有一日你想佢做牧師嘅，我就要死，就要喊到死，我都肯俾你嘅，咁係嘛？你明我講嘛？你有弟兄姊妹，我唔想你舉手，但我想挑戰呢件事。有幾多弟兄姊妹你願意將你最好嘅仔同最好嘅女獻俾上帝？阿們，我哋俾掌聲佢哋。咁樣天國先有盼望，我講俾你聽。你諗真啲啊！你唔好成日用哥林多前書嚟成為呢個藉口。上帝揀選嗰啲係愚拙嘅，係醜陋嘅，靚嘅不多，愚拙嘅多咁啊啫。你唔好成日用呢段經文去比較。嗰段經文應該點解？我講俾你聽。唔好意思，我今日有感而發講呢段説話。愚拙嘅意思係話，只有願意謙卑嚟到上帝面前承認自己係蠢嘅人，先至肯俾上帝揀選佢使用。但係唔等於佢真係蠢。你明嗎？你唔好屋企揀個蠢嘅嗱，呢個最啱啊！上帝呢個啱你。你冇解錯嗰段經文 I'm so sorry。教牧同工咁蠢啱噶啦，因為上帝揀選都係愚拙嘅。OK。嗱，我從來唔認我自己係蠢嘅，我俾你聽下。我哋今日真係要喺上帝嘅國度裏為爭戰嘅話，弟兄姊妹。我尋日俾我好大嘅挑戰，我喺裏邊100幾人嘅企業家裏邊，俾我好大嘅挑戰。佢哋每一個人都好奮勇嘅為到天國嘅事工。
弟兄姊妹，好奮勇。我相信今日坐喺千物社嘅浸信會大部分姊妹、大部分弟兄姊妹都係奮勇嘅，係咪？如果你唔會坐喺呢度，同你隔離弟兄講聲，你係奮勇嘅。但係你奮勇打仗，你會面對失敗嘅。你會面對失敗，打仗係會面對失敗。咁面對失敗點辦？你睇約書亞，約書亞人性出晒嚟，佢人性出晒嚟。佢一開始同上帝講祈禱，佢祈禱啦。佢摩西會祈禱，約書亞都祈禱，但係約書亞祈禱係埋怨。佢埋怨係佢問咗三個什麼？呢三個什麼唔諗住上帝答佢，佢係質詢上帝。從呢三個質詢裏邊，你見到約書亞嘅屬靈生命同摩西嘅屬靈生命相比，佢實在係太低嘅。不過冇辦法。屬靈生命真係需要時間熬出嚟嘅，呢個怒火湯嘅，係咪？我哋見到嘅約書亞呢三個什麼問咩？第一個喺第7節裏邊，佢唉耶和華，你點解令呢百姓過河咧？把我哋交喺亞摩利人手上，使到佢滅亡咧？我哋不如住喺約旦河嗰邊啦，不如係可以做寧願。一個人失敗嘅時候。嗱，你記住啊，約書亞而家唔知道有人犯咗罪，所以佢哋失敗。嗱，讀者好清楚，讀者好心急。約書亞，你唔好埋怨上帝，因為你哋有錯。唔係，約書亞根本唔知。跟住約書亞呢度呢個人性嘅表達就係喺失敗嘅時候，佢將原因就推卸咗俾耶和華。耶和華，你做乜帶我哋嚟呢度？我哋寧願喺河東。同以色列人嘅埋怨一樣，以色列人當日埋怨摩西話：我做乜要嚟埃及咧？我寧願喺埃及為奴，嚟到呢度死咩？我哋喺度等死啊！喺曠野啊，餓死啊，曬死啊，冇水飲，渴死啊！摩西嗱，摩西面對百姓嘅埋怨，佢禱告求神幫助。但係約書亞面對失敗，佢嚟到上帝面前禱告係埋怨，好人性啊！呢度係好人性。弟兄姊妹，當我哋失敗嘅時候，我哋就會講，我哋好容易，我哋個成個理性嘅思維係非理性。呢個非理性嘅思維係咩咧？我揀咗 A， 而家面對嘅問題咁差，一早知道我揀 B 啦。嗱，呢個係唔理性嘅一件事啊，好似好合理啊，但係唔理性啊。點解唔合理㗎？因為你點知揀 B 唔係咁啊？你點知揀 B 唔會差過而家？啱嘛？不過人性唔會咁諗啊嘛！你諗下，如果你姊妹，你當初有兩個男仔追你，一個 A 一個 B， 你揀咗 A 啦。而家你婚姻遇到問題嘅時候，你話一早知道我揀 B 啦。人性嚟嘅，呢個人性嚟。弟兄，你揀工嘅時候 A 同 B 嘅兩份工，你揀咗 A 呢份工，你而家遇到不如意嘅時候，你話哎呀一早知道揀 B 嗰份工啦。人性嚟嘅，人性。但係呢個唔理性啊？點解？你冇可以證明你揀 B 好過揀 A 噶嘛？咩平行時空啊？得啖笑啊，係咪啫？我哋而家現實時空嚟嘅講緊 OK， 我哋冇法子驗證呢件事情。但係人係一面對挫敗嘅時候，成個思維好似好理性，但係唔合理嘅成件事。但係就會埋怨咗上帝嘅帶領。第二個第8節裏邊講：主啊，求求你，以色列人既在仇敵面前轉身逃跑，我還有什麼可說的呢？我無面見江東父老啊！我點解釋啊？贏嗰時候我講得到嘛，而家輸咗我點講？我講咩？耶和華話帶領我哋要得罪呢個迦南地，得罪嘅應許之地。而家我可以講咩？我覺得失敗，你知唔知今次嘅失敗唔係佢哋要死36個人嘅代價係被滅族，因為迦南7族聽到佢哋打贏咗耶利哥嘅時候好驚恐，但係而家竟然輸俾個艾城，耶利哥反而冇輸到，咁大嘅一個城鎮冇輸到，但係輸俾一個艾城。而家我哋圍住佢都浸死佢啦，所以佢哋會滅族嘅面對。我仲有咩？我仲有可以講啲乜嘢？等陣我講個見證俾你聽。喺上個禮拜我哋Level J 有個福音餐會 U 度波嘅時候，請咗個人出嚟請個人分享，佢同我同年嘅，但係佢細過我月份佢細過我。同年佢講佢話佢話好尷尬，佢話嗰晚分享好尷尬，因為佢太太坐咗喺度。佢未信耶穌之前，佢嘅生活梗係好有問題啦，對太太不忠，咁就信咗主，後來信咗主之後好開心，同太太好開心。幾年嘅生活之後，突然間發覺自己肺癌一去 check 係第3期轉第4期，即係末期。跟住再 check 癌指數係全身被擴散到全身啊，啲癌冇得醫嘅。但係佢家庭醫生同佢識咗20幾年好朋友嚟，佢話你都盡辦法醫嘅。雖然
機會好低都要醫。經歷20日嘅癌症風雲，佢太太坐喺我隔離啊。後來我問我太太，我話啊，姊妹當日你老公遇到癌病呢個咁恐怖，即係應該係死㗎啦，第4期啊。我話你點諗啊？佢就好坦白，佢話我咪同上帝講唔公平咯。我點解？佢咁差，對我咁差，所以耶穌啱啱先對我好翻啲，咁就死咯。佢又上天堂啊，陰公嚇！佢又想去享福喎，我仲喺度捱喎嚇！我仲要養大3個喎嚇！咁我冇公平咁啊！真係好坦白，呢個節目真係好，真係同你隔離頂講聲，對上帝要坦白嘅。跟住呢個人喺聽日做治療嘅時候，做手術嘅時候，之前一晚同一班基督徒喺度祈禱，祈禱嘅時候，佢見到一個圖畫，神嘅手指掂落去嗰個肺嗰度，後邊為佢祈禱嘅姊妹話都喺度嗌，因為佢覺得上帝嘅手指掂落去肺嗰度，佢就嗌，佢一嗌後邊嘅姊妹就嗌，佢就同我姊妹講：我嚇親你，我姊妹唔係啊，我都見到隻手指，但係就掂落個 keyboard 嗰度，嗰個 keyboard 就係 delete。咁嗰晚佢就發信息出去同所有弟兄姊妹講：為我祈禱，唔好求醫治，求 delete。哇，好神奇啊！我第一次聽啊咁嘅禱告啊，弟兄姊妹 delete。啊，弟兄姊妹，如果你唔開心嘅時候，求神 delete。delete 嗰啲唔開心去，醫治都耐得滯，delete 一撳就 delete 咗啦，係嘛？啱嘛？所以有啲唔開心嘅弟兄姊妹，求 delete。我聽日去到做手術之前照一張片，照完之後個醫生即刻照佢上去見。我冇即向你解釋，你個肺嗰個腫瘤11個 cm， 而家變咗2個 cm。你都係攞行李翻屋企先，2個 cm 唔使做住，等個報告先。翻到屋企幾個鐘頭又收到電話，嗰樣嘢我更加唔可以同你解釋，從醫學上我解釋唔到，你癌指數係0。跟住同佢坐低傾，佢話：但係你有個2個 cm 嘅腫瘤喺度，都要做呢個手術，不過做微創得啦。咁做微創，成個2個 cm 割咗出嚟，化驗報告出嚟，個醫生話：我更加唔知點樣同你解釋。呢個腫瘤裏邊冇細胞，冇細胞即係冇癌啦，因為癌係細胞嚟噶嘛。佢最離譜係呢個細胞，唔係呢個腫瘤嘅組織係羊毛嚟嘅。我解釋唔到，醫生話。所以呢個弟兄被邀請去各教會講道嘅，講分享見證嘅時候，各教會都要求佢攞份醫學報告嚟先。我自己相信太神奇呢件事啦。咁跟住佢話好多教會裏邊好多醫生啊嘛，睇完份報告之後話 unbelievable 啊！我將一切榮耀歸俾上帝。跟住講完見證，坐喺我隔離，佢講另一個更驚人嘅消息俾我聽。個牧師啊，台灣阿朱植森牧師 call 我，佢哋揾到一個喺日本同我同年同月生嘅男人，同我病係一模一樣，然後醫好之後，裏邊嘅組織都係羊毛嚟嘅。我哇！你哋而家係50幾年前失散嘅孖生兄弟嚟，一個喺日本，一個嚟咗香港。咁啊，朱牧師話：我要年底請你2個，一個喺日本，一個香港飛過嚟台灣。我哋企喺度，你2個企喺度喺度講見證，一個係講日文，一個係講廣東話。阿們。弟兄姊妹，你聽呢啲見證幾興奮呢？但我回答唔到患咗癌病醫唔好嗰啲，我無言去回答患咗癌病醫唔好好敬虔嘅信徒。阿們，啱唔啱啊？
我哋成功嘅例子，我哋講得可以好興奮，我哋將榮耀歸俾上帝。我哋渴慕呢啲成功例子。當有人有病嘅時候，我哋為佢祈禱，神一定醫佢，醫得佢一定醫你，醫佢一定醫你。你呢個咩邏輯嚟嘅？醫得佢一定醫你。我哋當然咁期望，但係如果真係唔發生咧，其實大部分都冇發生啊嘛，啱唔啱啊？好少部分發生咗係神嘅醫治，但係有大部分冇發生到，大部分冇發生嗰啲，我哋點？我無言以對，我唔知同佢講啲乜嘢。約書亞咪講我無言以對啊！而家失敗咗啊嘛 ，call and call 呢個叫係醫治嘅失敗啊嘛，係嘛？呢個醫治嘅神蹟冇發生喺人身上啊嘛。我點回應？我真係唔識回應，弟兄姊妹。我真係好講，弟兄姊妹同你隔離弟兄姊妹講，神與你同在，主權都喺上帝嘅手中，我真係唔知。約書亞第三個什麼喺第9節話，迦南人和這地所有居民聽見就必會圍困我哋，把我哋嘅名從地上除去。那時你為你至大嘅名可以講啲咩呢？上帝你冇面，我冇面，你都冇面啊！你講啲咩呢？弟兄姊妹，當我睇到第7章去到第9節嘅時候，你期望第10節神出現啊，係會回答約書亞呢三個什麼㗎？係咪？弟兄姊妹，當你喺低谷，當你喺失敗，當你喺軟弱嘅時候，你問上帝什麼嘅時候，你希望上帝會回應回答你嘅什麼？點不知耶和華出現嘅時候，第10節就同約書亞講：你為什麼趴喺度呢？耶和華用翻什麼問約書亞？耶和華冇回答佢三個什麼，耶和華用什麼去問翻約書亞？你什麼？你做乜趴喺度？你為什麼趴喺度？起嚟！同你家人點講聲？你要起嚟！領袖遇到失敗，領袖遇到困難，領袖遇到低谷嘅時候，小組組長、區長。我哋遇到你嘅小組低谷嘅時候、低潮嘅時候，你遇到小組嘅組員嘅問題，你解決唔到嘅時候，唔係埋怨，唔係問為什麼，唔係逃避，而係要做咩事？隔離嗰個如果係組長嘅話，個組長請舉手，組長舉手，旺角過嚟請舉手。嗰隔離弟兄妹同佢講聲，你要起來，起來做什麼？起來係要面對問題、正視問題、回應問題同處理問題。領袖唔係趴喺度死啊，領袖係死都企喺度死啊！呢個唔係我同你講嘅説話，呢個係聖經嘅説話。神叫約書亞起來，唔好逃避，唔好逃避，唔好埋怨。我唔會回答你嘅什麼，因為你嘅什麼係嗱，上帝冇講啊。讀者會個答案係 stupid。喺你不知嘅情況底下問嘅什麼？喺唔知嘅事件嘅整個真相嘅時候，你發爛渣嘅什麼？係嘛？弟兄姊妹，當我哋喺遇到低潮、低谷、失敗嘅時候，我哋根本就唔知個真相，我哋淨係睇到我哋失敗，啱嘛？我哋焦點放喺我哋自己失敗喺度，我哋冇睇到上帝你究竟想做什麼？你即係你成個第7章嘅主題，成個主線可以用什麼去講啊？跟住上帝就同約書亞講，喺第13節就同佢講，你要話俾民眾聽，佢哋要做什麼？當以色列人犯罪嘅時候，唔係要神做啲乜嘢，而係佢哋要做啲嘢。我哋見到嘅亞干一個人犯罪，點解會連累其他人？連累嗰36個人死，嗰36個係咪好無辜咧？呢個亦都要面對，弟兄姊妹，我要留意㗎。西方嘅嗱，有好多人以為基督教思想嚟自西方，所以西方嘅思想就係基督教嗱，呢個係好錯嘅觀念嚟嘅。我哋成日以為基督教係嚟自西方，所以西方思想就係基督教嘅思想，呢個係好錯嘅觀念。其中一個絕錯觀念就係基督教係嚟自猶太教，後來衍生而成嘅基督教。基督教係東方嘅宗教，基督教強調嘅係群眾群體，而唔係個人。個人主義從來唔係聖經嚟嘅。個人嘅人權咁高漲，絕對唔係聖經嚟嘅。所以我哋理解普世價值觀，我哋理解呢個世界嘅潮流嘅時候，小心去分辨邊啲係聖經嚟嘅，邊啲係西方思想嚟嘅。
西方思想講咩？而家80後嘅人講咩？90後人講咩？70後人講咩？我一人做事人當，我個人做嘢唔關你事，冇影響到你，關你咩事？好個人主義係咪？但係呢種個人主義唔啱聖經喎。聖經話一個人犯罪係整個民族都會受牽連㗎。你話好無辜喎，好冇理由喎，唔啱數喎咁樣嚇，即係上帝唔公平喎，唔公義啊。係你個人主義就講得通㗎，但係唔係個人主義係講唔通嘅。第一，第二，事實都講唔通。事實個人主義本身係錯㗎。佢話我一個人做事一人當，我一個人做嘢唔影響你咪得咯。呢個講法係錯㗎。錯喺邊度？冇一個人做嘢係唔會影響隔離個人。例如，而家冇啊！我例如啫。如果你翻到嚟喺度坐喺度瞓緊覺，我一個人瞓覺關你咩事？你會影響緊隔離嗰個㗎。啱啊？點會唔影響啊？點會唔影響？例如一個人吸煙，我哋呢度所有人都會吸二手煙啊。點會冇影響啊？梗係有影響，點會冇影響？而家你想知道大部分嘅悲劇、大部分嘅不幸嘅事情係嚟自一個人嘅錯誤啊！啱啊？點會冇影響？個人主義係根本站立不住啊！喺呢度點會一個人做嘢會唔影響人哋咧？站立不住。研究報告話，一個病態嘅賭徒或者賭到上癮嘅人咧，咁講，更正確講就係賭到上癮嘅人。喺香港佢係影響，研究報告話佢會影響咗身邊1至30個人。喺馬來西亞咧就冇1至25，馬來西亞影響25個人。嗱，聽清楚呢個數字啊！香港如一個有賭癮嘅人，佢影響嘅係身邊1至30個人，即係由1個開始至到30個不等。但係馬來西亞一個有賭癮嘅人影響係25個人。呢個數字反映咗咩咧？弟兄姊妹，呢個數字反映咗香港人比較冷漠無情，係嘛？原來你問人借錢好艱難，即係你問到一個問唔到第二個，即係馬來西亞唔係一問可以影響25個。你話點解冇影響？一定有影響啊！點解冇影響？如果你屋企裏邊有人吸毒，佢對你好大影響。你屋企裏邊有一個人唔做嘢，食晒你屋企啲嘢，對你有影響？點解冇影響？絕對有影響。點解一個人嘅事？冇一個人嘅事啊！對唔住。如果呢個個人主義去睇呢段經文嘅，就覺得呢段經文係唔合理、唔公平。但係個人主義喺呢個位係站立不住嘅，因為冇一個人做嘢可以唔影響其他人。同你隔離弟兄姊妹講，呢個世界冇一人做事一人當。點會有呢？一定有人受牽連，一定有人受牽連。我哋唔好受到呢種西方思想影響咗我哋睇聖經所講嘅真相。現實嘅真相唔係咁啊！現實真相確實係會受影響。約書亞記7章14到18節，我哋開始問第3個問題：點解上帝用複雜方法去揾亞干出嚟呢？我講上帝嘅作為係昔在、今在、永在、永不改變。喺初期教會裏邊，亞拿尼亞呢對夫婦欺哄聖靈，彼得都俾機會佢哋。神要搞到咁複雜，搞一餐咁嘅大龍鳳，係想俾亞干一個機會自己自首，係咪？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知道，聖經唔會講多餘嘅說話。呢個情節一定有原因嘅。呢個情節話俾我聽，上帝有恩典、有憐憫過。你唔好淨係睇到後來亞干被石頭掟死，係上帝好有憐憫，上帝總俾機會人。但係好可惜，亞干冇爭取呢個機會。新約嘅亞拿尼亞夫婦冇爭取呢個機會。我哋如果犯罪嘅話，上帝都有恩典俾我哋，去憐憫我哋。我見到亞干嘅犯罪係點樣嘅咧？佢出自猶大支派，猶大支派後來就係大衛出生嘅地方，亦都係耶穌嘅支派。名門望族，名門望族唔等於唔犯罪。
出身嘅家族顯赫，唔代表唔犯罪。罪嘅可怖性係唔分你嘅背景、你嘅學歷、你嘅性別，唔好低估罪係可怕。我見到亞干嘅犯罪嘅原因同夏娃冇分別，人類幾千年歷史根本冇變過啊！弟兄姊妹，你同我都，佢話我看見美好，跟住我貪愛，我就攞去，跟住就埋喺地裏邊啦。看見同美好未知係罪，啱唔啱？貪愛，跟住攞咗佢，跟住仲埋喺地裏邊，好有計謀，埋喺地下度好有計謀喺度。佢唔係一時貪心咁簡單，一個埋好嘅賊贓，將來要攞翻出嚟。呢個係人類犯罪嘅步驟，亦都係雅各書裏邊講，慢慢就成咗胎，就生咗出嚟。係如果我哋淨係停喺看見美好，係冇事嘅，一去到貪愛就開始出事。我哋知道亞干嘅犯罪帶嚟一個好大嘅後果，係眾人都受到牽連。所以喺小組裏邊請記清楚，同你隔離弟兄講聲，冇人可以獨善其身。喺小組裏邊冇人可以獨善其身嘅，組長、組員冇啊。保羅話：我哋一個肢體，同一個肢體，有人犯罪嘅時候，我哋都蒙羞愧；有人得咗榮耀嘅時候，我哋同得榮耀。所以保羅話：你要同喜樂嘅人一同喜樂，同悲哀嘅人一同哀傷嘅人一同哀傷。我哋係同一個身體嚟嘅，唔會肢體受害，我哋係冇份。而家最恐怖係，當肢體受害嘅時候，我哋會同佢劃清界線。但係我哋有愛嘅話，我哋冇得逃避。我哋見到唔好俾勝利沖昏佢嘅頭腦。如果而家你喺順境嘅裏邊，唔好沖昏你嘅頭腦，要緊緊嘅跟從呢位上帝，讓佢每一步帶領我哋。唔好自以為聰明，要依靠呢位耶和華。第三，身為領袖嘅你承唔承認你自己係領袖，上帝都會認定佢所揀選嘅係你。遇到低谷、遇到失敗、遇到困難嘅時候，我哋好容易揀選埋怨、逃避嘅。但係神話起來，你要面對，你要正視，你要解決呢個問題。你唔好問我什麼，我係要求你做什麼，以致能夠解決呢個群眾嘅問題，以致能夠起來帶領群眾再一次去得勝，再得勝。請同我起立。